sorry， 放個渣得個大句。哎呀，歡迎各位聽眾來我哋邊學嘅節目啊！但係我超未記嘅嘢起來就聲實了去啊！歡迎咱到底嚟，這個禮拜定這個禮拜聽講節，聽講報道要啊！這個禮拜咧，我到底嚟講出國鋪，咱誒這個禮拜特別嘉賓咧，有佢嗱傾啊老椒有阿玲 ，Hello， 聽到聽到了啊 ，OK， 老椒阿玲咯。Hello， 老椒阿玲個老椒微微娃娃，歡迎。Hello， 我先只水啊，就當見只水啊，แล้ว個玲人，差唔多會變老椒咧，玲人歡迎。大家好。一個rumah panjang 半徑就點樣聽嚇？啊，到底聽了ยัง阿咪意思是 rumah panjang 半徑。你特別，嗱是講特別在係咪是 rumah panjang，你特別都聽到去聽啦，頂到王嘅 episode。哦，做淡薄 homework， 做淡薄 homework 先啊嚇。知唔知微微娃娃？好，會使。即是明顯咧，就是冇聽人邊咧學嘅節目嘅人。你冇聽？唔是啊，你講冇聽啦，乜都會 join。特別我未記得隻 episode 啦，特別有如果本身是你處一處後邊只濟人啊，以參係濟人嘅，迄是拎人家中秋節嚟啦。哦，中秋誒。講鬼故事，啊，哦，鬼故事，對。阿咁嘅嘢啊，冇得講課。你問亂，你問你亂。你講係咪我唔了？伊講阿總冇換課。阿總冇做 homework， 冇做功課。冇做 homework， 我講。冇換課啦，你講。嗰句真係總冇話講。有啊，你啊咪咕 pants 嘅 webcam 啊。希望咁樣希望開啊！咁樣看到啲 camera 咁樣看到我看咧，直播 webcam。我講阿總冇做 homework， 冇做功課講啦。功課，啊，即係白山歡每位 Skype ID 上面，等陣我計講就先。But don't call me 啊。Only send me text 啊 ，I cannot receive your call。我個成日定到你叫定住禮拜，定到時咧，定住佢只能落少一個人，咩咩啊，未記咩咩啊，一直就講，哇，啷咪菜話呀，咩叫，定到時，未記咩咩啊，即係禮拜個冇佢哋，直到落完先喎 ，OK， แล้ว等陣，因為卡真係該等呢，我未加，我把我夾掉落去，攞咪看，攞咪看我卡真。No thank you， 唔會啩？但我做隻波，我就準備看我卡真卡。好閃嘅。等我看我做隻波啫。好閃咯！阿總，佢未記介紹嘅字冷喎。嚇？因為未記介紹喎。未記介紹。你而家冇介紹就伊咯。好閃啊！等陣啦。我 start 我 pose 我叫佢 start 啦。OK， 個我諗嘅真隻股咧老椒豆嘅。兩個有對，咱講零啦，下啲未記介紹，sorry 一排寫咯豆嘅。即係呢禮拜咧，我咪都嚟講。出外鋪嘅故事，我就從前想到一件事啊，我成日講，頂到細漢嘅時候，個當天變起來冇咩想，咱頂到出外鋪，真大件事，真大條數嘅喎。然後當天咱highway 大條，較快咧是坐飛機、坐 bus 較快 express bus，咱出外鋪就變做冇咩大嘅問題去啊啦。頂到時只大條數嘅咋，哇！要出外鋪那是花家己車，哇！佢就買食啦，佢買啉啦，佢就要去搭到去 plan， 佢搭做去客車啦，幫西幫照，看你物件。所以你咪講話人會經驗出外鋪嘅時經驗是安怎咯？有甚嘅？然後我個當今有很了聽講呢，
我是每人看就只尾，我當然坐了正時候幫我開真假，喲，佢等呢，所以每個就只尾看我開真假，咁人我特別夾面架啦講埋咯，特別我每個咧很屌嘅聽講話，就只尾看我真假嘅，有70%人講未看真假，人若是未人未選咧嚇，唔知到我喺呢一邊看，這邊差唔多這邊嘅，會睇訂咧鋪嘅，人去訂咧。酸啊，看住要看我真假是買看我真假，當今有80%人講未看，20%人講買看，個人愛看買，但等一集嘅時候我看我這故事偷看你都人愛看，啊，就是要看我頭個，買迄個嘛，係一個嘢啊！唔講愛偷看都偷看嘅，好咧，特對人保守㗎咧，有時出名去，我行佢硬去咪你笑，拍嘅啦，你拍嘅。拍嘅啊，係使，把他們俾硬係我，假使我自己做 Photoshop 時，夾做咧，玩你把蛇一拍嘅呢。唉，OK，咱嚟講出國鋪，出國鋪，即係我細漢時啦，出國鋪換車時呢，是特別打包啫，你食物件啦，做 sandwich 啦，是賣餅啦，你夾水罐一罐咧，喺度車用，是不多要是個通食。你都人出國鋪是有安尼款做，有定到時，咱咪較老嘅先，咪看即個阿玲。細漢嘅時啊，細漢就做出國鋪嘅，頂回去北海呢。對，去北海水真好嘢，我咁樣坐船咯。對，古早坐船上，一隻飛機呢？古早坐船，坐巴士嘅船頭啊，好坐行去嘅咯，行去坐嘅咯，唔是講緊坐頂到是河羅卜嚟啊！哈，唔知幾卜啊？頂到是羅賓本河路嘅係叫。冇，變成過去河路嘢，佢嘅是河路嚇，佢嘅是河路。其實河路嘢，咱變成過去北海河路嘢，老尾超級晏。哦，對，你話賓呀。羅賓呢？我頂到我不坐，我咪是坐，那是我坐火車時就用人行，那是坐家己車時就是啲你 ferry 一啲位啊。特別我頂到就見坐你 ferry 車，頂到較舊嘅 ferry 是兩站，頂面是人一啲是車嘛，特別有一幫伊換嘅時候是頂面是。車本一定是車嘅了。我特別只步，我只步愛去坐頂面嘅車下邊嘅咋。你我是覺得啲去頂面，我不是覺得一啲。咁基本上是兩站都是車嘅嗬。當然是啊，當然較最先嘅時咧。特別頂到我細漢時是冇你個，冇你個 start 講內邊本是車，內站本是車嘅時候，我是希望去頂面嘅咯。你我冇時間出來行，我哋去樓梯就車，你 ferry 樓梯咯，就ferry 樓梯就車，行人嘅事。頂到時，頂到時我咪對邊陣時我去做 Bless the Star 個嚟翕我嘛，到底你做，你唔該驚我到底你頂面樓梯爛到來時個播咗出來。咪咕石還珠誒，呢就咪咕個硬啊，卡吹硬啊是咪啊？啊是我卡吹咪咕硬嚟啊！你食嘅。你講阿玲，你講你出國鋪是去北海還是去國鋪？你去北海做咩呢？北海是對我係8過去嘅嗰陣。做咩呢？去北海？去北海 Emporium。轉頭朋友，轉頭 Emporium 啊！一多數啊 ，supermarket。有會燒魚嗎？對咯。頂到做 Emporium 嘛？Emporium 是你一車頭樓頂嘅嘢啊，對。100升嚟咩 ？Emporium 咧係8升，後尾是8升。8升夠杯了，8升夠杯啊！你是測即係啦，令人卡跟我差唔多上去。我係超市叫做 Emporium。我唔是叫 Emporium。Emporium 你叫你就行入去時，一隻入門一度落樓梯到處邊嘅。叫俗咯嗬，邊特別 Emporium 點解就係少呢？人誒 supermarket 啊，係咪㗎啦？就係
無咪有限嘅嘛。啊，恁一間是 Emporium，頂到是有一間 Penang Road，有一間 Emporium 門，哇係啊咧。Penang Road 你會啊，我做物件對面嘅。佢哋嘅別嗬，哈對嘅對。แล้ว幾若幾年啦，แล้วจะ特別嘅你去教時，所以我知道要去北海去。แล้ว個伽馬開嘅時度，伽馬就變咗真正出名咯，伽馬。加巴路嘅新嘅 Times Square 咯。誒，新嘅 Times Square 出咗未啊？好啊未啊？未好過，未好。咱幾年好啦就。啊，頂年尾嗬，年尾被開咗。我對嘅時就有啦，我對嘅。我對嘅時應該有啊。OK，喂，古早嘅茶水個對面一間名咩名嚇？茶水我對對面我未記啊。Super 啦，唔是總統嘅嗰邊嘅嘅哦，青年那邊嘅，哦，係嗰邊茶青年那位啊。喺邊一隻咧？哦，冰島啊？啊，啥是冰島？啊，對，Rex 對面嘅啊。未記啊？啊，對，客家公會啊。但係我是客家人。我對面我個未記啊。是。是叫冰島，上個是個冰島，當然你冚打邊嘅啊。啊，咁打下，講邊咪咁打？應該是都是咁打嚟咯，正正。哦，上一間啦，上一位啊。嗰是上一間。我就是家己咁打 shop。嗰邊有兩三間。咁打 shop 媽咪。我咁打買骨啊，咪啊，就辦幾年。我嘅買嘢嘅糖拿寶。咪干拿寶？糖拿寶個叫。我糖拿寶，我想講咪干拿寶。係。個燈啊，個燈。佢咩特別嚟包係包嘅緊啊！包緊啊！你八條包喎？八條。佢每咁大小個咯，每款。八條咪叫臘腸嘅店俾咯，臘腸嘅店。Especially made for 阿 John。佢得等一下一把。呢個咧，阿 John 呢個咧酷同我講翻嘛。包八條對 7-Eleven 俾啊！知唔知？啊？有啲包啊？有籠包啊？哦，condom 咪講 con，誒，咱講，點解咱講 condom 叫咩空空切啊？冇空空熱，空空沙，空空沙，空空切是你嚟啊 ？James Bond。誒，咱幾個到最後。哦，對，咱出國鋪，咱講叫出國鋪，啊，咱就是出國鋪咯，就是咱成日講咱去個鋪落去，點解我是出國鋪，咪是個去鋪落咯？鋪落是特別。你冇出國鋪啦，你去山頂。特別個去鋪落真遠嘅。佢哋人講去山頂啊。會。啊，我白海咪。冇貴海是叫去山頂啊，出鋪是貴海，佢叫出鋪啊啦。啊，對，咱貴白海嘅出國鋪嘅對。啊。咱無當單人口啊，當單人口啊，就是當單。Hello。ตัวtown area ไปขี่กับBayang Lepas เป็น個ขี่上頂咯。而家青州行咪叫山頂。แล้ว白沙灣都被參呀，白沙灣。等我phone白沙灣看是被參，phone 呢？要死我條頸嘢，啷個聽到啊？啊。講聲就對啫。我被 at 你白沙灣嘅時候，等你白我係 at 你成講嘅時候，一個啊，係咪？喲 ，OK，沒那麼差別，沒差別。我 try to add 一個備湯，然後如果讓哎呀，是阿零十對去。唔係，因為先所做一個咧對去。哎呀，頭嘅嗰個對，是個啦，對啊，可能對啊。啷聽個對啊，啷聽個對啊。你聽到位先啊？零零。啊，你聽到？但我就有未記啊。豆嘅阿玲。阿玲嘅豆嘅 ，OK， 我就點樣？你條咁樣都看病嚇？啊，我聽病掉，你我成日冇講啊。唔是，你成日食藥咧講講啊，你揾佢啊。我冇食藥啦，我就係唔是講講嘅啦。Steam 有啊，คุณแจ๊Steam 我當คุณแจ๊話估啊。攞點整啊？冇食。我點整個車回了個。誒，咱講真嘅，咱咪講出國，哎呦死你點解貴你姐咩？
真啊，是啦，啊，咱咪講出國鋪嘅咩？出國鋪不大媽阿玲接到呢個出國啊，我減一兩個啊，誒冇有啊，豆嘅有啊，豆嘅有嚟講，咱咪未豆嘅，你啊，大媽啷個出對？梗係對呀，佢出對嘢啊，阿玲冇嘢啊，阿玲阿玲冇，阿玲嘅冇嘢啊，啊不咪即係豆嘅，那是你出國鋪咧，你是去到路咧是，那是你出國啊，盤頂咯，哦盤頂咯，緊頂啊，我車到就估啊。得乜話？你走去到路去算啊！你當面出去坐巴士過後就估去，當看你等你一趟嘅時，就個人講要你教混頂嘅。啊嚟搞咧，教啊！阿玲嚟一位啊，玲晒少補個嘅。頭嘅，咩數？我講愛去混頂愛用個節點先。Last time 啊，嘅咪變4 to 5 hour 咯。我對話我是叫做咩學緊話？巴生分特別 keep 4個點鐘哦。Last time 啊，4點鐘㗎啦。我係啊。豆嘅，講學緊話，問講阿莫話。講古渣啊，是啦。我咧就是講咱邊咱去混頂嘛，真久。邊聽見混頂落坐啊？住古本啦，你去個 KL 特別差唔多7點鐘。嗬，是哦。我話混頂啊，如果話4點半鐘嚟啊。哇！你幫背車呀？拖通啊！你背車3點鐘啊，是講定估啊是呢？台有電視啊！啊，台有電視只估係8點鐘啊嚇！嚇你俾8點鐘9點鐘嚟啊！冇係咩事啊？你冇highway咧，你行咧四條路喎。一拄到塞車咧。個塞車掉。唔對。等到一落 A 呢，我啲古路。係咯，會落 A，一個 one way 啊，不 two way，你冇睇乜嘢啊？落個車個冇好行咧。個車個冇好行。一定到巴士上派嘅。巴士就佢出 end 啊，佢放一時候。我六年結往去紅景出頭時，往嘅巴士多啲路邊派又攞點正過死啊！個別使路車啊，即小我6年結咩啊？個別使路車啊，往多啲車啊，使啲協路啲樣啊！我真未學過，學都有路車啊！見哪個了嘛？安尼暗暝半暝咗。哇！先生個別掉，所以我覺得無攤路車，我嗰時坐巴士過拉去嘅啫，冇一個呢聽到嘅。你講係要㗎，我入嚟接佢啊，先就坐 aircon 巴士。阿 John，呢陣冇阿玲。OK。你講你坐你出國鋪巴士時，叫混頂你結派就得咯。我未有，迄種俄羅斯暗蒙蒙看無咯，我講天啊！一擺往去是我唔知是得到啊！點我是去，即是去 KL 是金馬倫，去金馬倫出國鋪對內時啦，愛交厝是對內時特啲咧幫嘅位邊啊，漂牌嘅就。咪吉利，啊那吉利，驚死！我唔敢，我特擺飲頭飲出去看就咪驚咯。你看會背去啊！冇可能會背嚟背去，是講一抄呢，手成個手呢，來啦，你啊即係冇講幾個數咧嚇，冇人愛講啊，驚特人。阿John啊，聽到一樣嘅巴士，講就係被 control 嘅嗬。你是開個冚呢嗬？冇人開到就自然拎個了嘅哟。少一個人開個冚呢咯，不過一部講去 control。好。打拎個啥成條啊？你有用嘅咯？拎個路行變。馬路嘅巴士，所以變做會較弱去咯，當時就是啊，一 control maybe 咪可以你咪少拎嘛，特別石油嘛，會變弱去啊，弱噶，流汗。一temperature 開個鏡冇樣石油咯。白雙歡迎。Hello。白雙歡是哪新椒？聽到我人啊？白雙歡聽到我人哦，哎呦，你看，一度才驚哦。白雙歡我人聽到你啊，聽到啊嚇，
你請講下，卡佢剛剛咁樣嚟。你頭一擺聽，你頭一擺嚟錄音啊？啫。821頭一擺錄音啊？嚇？啊，不即係個鬥嘅先解冚去。啊 ，OK，821你頭一擺嚟錄音啊？伊就我在做乜事 confuse？伊你是聽到 live 嘅聲你冇冚去。伊當我真是講 live 聲解冚去，你個被 confuse，你聽到攞刀嘅聲。哈，你解冚去。live 聲解冚去。伊無一時還珠那當今，哎呀，我們在哪？聊天。啊，歡迎。你聽到我人講話，你 live 聲有冚去未？伊袂曉冚，live 聲。聽到。錄講嘅位解聲解冚。別緊，你錄講嘅聲解冚去。轉頭 stop 嘅龍啫。一定特別long。錄講嘅聲解冚去 ，Ustream 嘅聲解冚去 ，turn off volume 去，你啷解啦？點解冚落去啊？啷解？我Ustream 嘅 website 解佢㗎。好啦，都自求 website 解冚掉，冚掉影情情。821，冚掉伊。你 Ustream 看到我家裡幾條位啊？差唔多啦，唔知一邊啦，十幾家裡看了，係我家裡幾條第一邊嘅就秒嘅，秒。冚了。啊，冚一下 ，OK，當然你咪聽。冚了。OK，冚一下，當然聽到啦。OK，不打嘅人假使人就要來參加我新嘅時候啦，會啲人要見到人，我就考慮是你即係 live 先解冚去，無論聽就是就 confuse 去噶，成日都話係先招821。先只歡迎你嚟聽到你頭一擺聽到邊啲學件事都會聽到，都會聽到啊。咁再你隨到邊啲學件嘅朋友，我 online 隨邊啲嘅物件啊了，所以看到我邊隨邊啲 food 嘛。啊，你隨學件面就隨到邊啲學件，邊啲學件咯。你是學件人，你是邊啲人哦？我是邊啲人？你當緊到啲邊啲個？我當緊到 KL。哦，到啲咁，到啲 KL。咁嘅上海，你嚟睇咯。我靚嘅人。我到 Ceras。哦，Ceras。嗰隻 area。嗰隻 area Taman Mihaja。哦，我baru nak Selatan。Tasik Selatan。我講聽啦，到嘅是我人南方嘅BR 嚟。我係 LD 到Tasik Selatan 啊嘛。啊，做那部紅話啦，啊，做那部紅話啦。紅路咧，你是我嘅南方嘅BR 嚟嘛？邊咧學頭嘅唔是多白生嘅咩？白生嘅咩？係咧，騎個卡水，到啲白生騎個卡水。唔是騎多啊？我講嗱，我邊個嚟做？我當我俾緊。先啊，是多啊。我夾821講，好夾821講啫。821，你邊領到啲邊領是多一格，到幾時先解冚去？我到愛淡。我到愛淡，哦，你幾歲呢？今年？哇！今年92歲。呀，是啦。大包蚊驚講20幾歲還是30幾歲還是40幾歲還是40幾歲？到頭尾嘛。哦，29歲，唔係29歲，等面是差唔多啦。你睇到人隻冇尺 ？Sorry， 我就心咗啫。啊，想發聽。Primary school 等人尺。笑，我睇到查某聲笑嘅，是唔是嶺南嘅羅馬班長笑？而家係聲是女嘅821，還是這個？啊？我笑嘅。哦，女聲是。我聲啊，這邊。查某聲是到啲嶺南嘅是，到你冇係啊？查某聲。我冇講話，我係驚。哦，你驚？誒，你驚個冇困啊？你暗12點你驚個冇困？你咪準，他媽是發鬼潮。哦，他媽是發鬼潮，特別你今仔聲是這個821類。呀，821，你隨着邊啲學見到咁做久了，你聽邊啲學見嘅這 podcast 聽到久啊？做久啊 ，start from 冇久啊，
兩個節，哇！誒，乜水哥？我弟弟個解釋你聽講是真好誒代志啦嚇。你聽到咧是有上家裏聽到到啲別人嘅朋友講這個朋友，我教我去宣傳咯介紹。你而家咧電腦咧係三本款去咧，嚟一件出國妹阿弟咪買三本款。download กันแล้ว你 download กันแล้วอ่ะ個本事啲啊แล้ว我 transfer 嘢file 好嘅嗰啲哇感謝你邊有潮啦佢哋你喺邊度啲 office 辦我有本事好嘅朋友呢度啲 office 辦咩？我辦公嘅事嘛，辦公嘅事辦嘛。你像你樣個了聽係 set 嘅嘛？樣有聽咩？有冇是邊啲人？樣是 KL 福建人。特別有聽啦，成個人係鬥嘅啦。伊邊啲福建話嘛？伊講特別聽係講亂香港嘅咩？都冇聲嘅。對。邊啲福建冇聲嘅嘛？你鬥嘅我聽你抄啊！鬥嘅你講咩？你是巴生人，咪是南方差唔多聲咩？我真福建人啊！你真福建話是假掉。你講嘅啊，冇講啊，即係。冇，我是假，我唔是福建人嚟，我是客人。我是潮州人誒。你潮州人你有講潮州話白所番？我係想嘅有講。我邊啲冇能講潮州話？你講咩有講？你別笑先。別笑先，成個話你睇。process 嘅計有講。process 你聽到成日有個人講潮州話。我咪講咯。我咪講潮州話，我計講福建話。成個我講，唔是講潮州話，我計講福建話。我們是特別 process 過有時出來個噪音嘅。I could啲個。我不要打，也要聽。could啲個，不要打。偷自整來。那個走嘅去鋪落去一個仔，嗱我看到對我們每日先教白雙番了，白雙番你出國鋪，定到細漢時出國鋪，你是會記去到咯呢？去澳洲咯。哇！福建人，我嚟聽福建人出國了。唔見啦，嗱福建人。這是出國了。出國鋪，我定到細漢時出。華鋪啊！唔要緊，係講出國啦，係講出國人去澳洲。你細漢時去澳洲咧，係細漢年。幾歲？after form 5夠出嘛？唔係你上大漢啦，啱講你細漢，較細漢時你記得較細漢嘅時出國鋪時。明講啦，上個6、7歲個8歲10歲啦。出國啊！是出國鋪咧，貴港啦，我是講貴港嘅啦。貴港咯，貴港啊！出北海嘛是算貴港咯。對。你去北海做咩鬼？做咩鬼啊？坐飛機過去，嗰個坐飛機對嘢了。勁搞笑咯！對。Emporium 啊。Emporium。啊，陣啊，聽到人嘅飛，人叫貴港船嘅啊。貴港船啊，令人講，叫貴港船。人叫貴港船嘅嘛。我是講叫船啊，坐船過北海咯，唔是坐蓮花過北海。我老趙嘅在坐蓮花過北海，告訴我哈。在，我聽。所以就是等我講下，你講細漢嘅時，成日講講小學嘅時，有淡仔令人講樣坐巴士出國鋪嘅嘛，讓乜就住乜去過。但係後 B B 爸爸講成 B B 爸爸，你細漢時個記啦，唔是你學生啊，你個記，乜坐巴士去出國鋪。這是印尼嘅8、6年級。坐巴士去國鋪啊？先生錯啊？小學時。錯啦。冇自己換啊！你小學時自己換巴士。去第一回去馬拉加哦，細下陣時。去馬拉加你講下。坐錯。冇咩特別都坐巴士嘛？冇咩特別，因為坐巴士坐去馬拉加嘛是坐到幾多10點鐘？真係冇啦，坐緊張咯，你買零食啊，咩下到車位啊，你驚無通食嘛？這是你媽俾後都食嘅。冇你心情是真係緊張嘅，因為只單又估個無夠啊，你話坐到巴士為係咪咯？真係緊張了，只急咯，感覺到，個姑娘
你浪到底巴是无想讲佚佗咩？唱歌啊是？有。佚佗咩？啦，甲朋友啊，佚佗佚佗拍膠。迄陣時有，迄陣時個無，迄陣時是無迄種 Game Boy 嘛，無啦，無類買啦，Game Boy 是啦無類買嘛。Game and Watch 啊，對是呀種，咱是較濟佚佗迄個啊 ，bricks 啊，你 bricks ，Tetris 是 game 咯啊，就是迄種嚇。你浪無佚佗，特別你小人啊，你浪我人是聽到是佚佗 Happy Family Snap 嘅呢。你夾嘅啦，你夾你佚佗一把隻手嘅是夾背嘅。啊做 snap 人 snap 會嘛 snap 袂掉。你即往時呢，你即往嘅，一路講，伊咪是開始是攞掉嘅咯。然後你咪是到啲攞掉嘅中午，然後你下一個 back 到啲頂面就係只一卡燒，然後嗱有人 back 一卡燒呢，下到啲頂面呢時候，出一隻隻刀啊，甚至到啲頂面呢是對下你夾到啲頂面，特別把手就話是按嘅時，下是 break 嘅時，佢盤嘅咧係夾。就是咯。乜嚟？係咯，冇咩咧，一個一擺。靠邊嚟？你當然是點有串隊咯，不是出鋪咯。一年入邊出兩三刀。當然讓去第一回是幾多咯咧？第一回去沙拉瓦。哇！去沙拉瓦特別坐飛機還是坐船？自己過。飛機啦，坐飛機。一個學生過，佢咩過？左邊、右邊、左邊、右邊。哇 ！student， 哎呀，免嘅啦 ，because 當今較濟 student 就有學生啊，有坐過飛機，本來無乜冇。咱講到飛機，我見咱一人問，喂話我哋記得頭一擺坐飛機是幾時哦？記得咯。哇！18歲啊咯，嗰陣時。18歲記得咯。英國。哦，哇！你才出國就出那遠呀？靠一刀就18歲你。哦 ，OK， 等陣我今日每兩人走留住。你零人呢？零人頭一擺坐飛機。應該是6年前咯。6年前記得咯。去中國。去中國，你頭一擺坐飛機，你心情有淡薄緊張。緊張哦。你驚，你才去飛機，你飛機咧，車是你輪咯。我驚甲流落來。驚，等陣你，我甲你講，我坐飛機有隻好笑。好 ，OK， 看等陣輪到嚟，等我即導鏡呢？哇，3年前。3年前咧，你是幾多咯呢？沙巴。幾多咯？沙巴。沙巴。就計去紐西蘭。好啦，3年前啦。紐西蘭話舊年呢都冇夠。咁啊，舊年。阿玲 ，this year 有咩？哦，OK。阿玲呢？我是 Form 5嘅時。Form 5時你幾多咯？去新加坡。去新加坡差唔多點鐘嘅啦。馬來西亞個。馬來西亞嘅飛機啊！馬來西亞。你都借拗佢啊！借拗。借拗。佢借拗啊！啲 logo 拗啊！對，白沙灣呢？等陣，白沙灣未講先啊是啊！馬來西亞 airline 啊是你俾 sponsor 嗎？我等於馬來西亞你講怎樣夾 email。等陣我未看，冇拜下嘛嗬。但是我直接再講安怎我個叫馬來西亞 airline sponsor 我 next time 我對馬來西亞時啊，攏咁樣 email 好嘛 online@gmail.com ongle@gmail.com，thank you。然後白沙灣你安怎？你安怎坐飛機？你頭一擺坐飛機是幾時呢？16歲記得咯。去中國。哦，你現在去中國誒？是哦。後面咯，你？我唔捌去過中國嘅。我唔捌。按 sponsor 嘅嘛？我當要找人 sponsor 都冇啊！你看嗰度拖馬來西亞 airline。我知道要坐馬來西亞 airline，我要去日本嘅時候，我朋友教引到日本嘅，所以馬來西亞 airline 啊，就是有空頭嘅啊。你有蝦米空頭嘅，咁樣甲我講，黃時未講嘅啫，黃時咱聽講只不相位，只有可能嘅馬來西亞 airline 即個有影響嘅咧，頭家大粒頭家就聽到咱邊嚟學緊咧講，即個咪咕，你魚你紅，有可能咧係 sponsor，可能對你邊嚟學緊，呢時佢係。唔要緊我上擺我是規個 trip 穿條馬來西亞 airline 嘅衫，不要穿條把就古龍不得使啊！我搭哈利買個把就古龍啊！我搭哈利到對馬來西亞穿把古龍，那是你出飛機當好嘛馬來西亞 airline。馬上那是你出飛機當好嘛？你講翻鬧我了。
哈，都被講完啦，都被講完啦。Saya pakai baju kurung dan tiap hari. John, iho lu je from KL to Penang nè, fly nè. 唔係，我俾到啲美國 LA 最短去即係咩Penang。iho lu je淨係 fly 百萬倍啊。咩 Firefly 啊？我只學線對。OK， 聽，若是有人 sponsor， 我就空頭 email 好啊哈。OK， 感謝你領白無女啊，當然即經濟冇用。冇特別拖。你講啦，我那千幾咧聽講，我一人好我一箍。買啦咩？背包係靠。背包係靠一人好我一箍，我度你對啊。你寫出來係人咯。唔係啦，成日做嘅咧，當然佢就叫培養念招。你係吞數嘛？當然我數浪就係啦，特別當然我啦浪學女，我叫做數浪咁麻煩。佢學人問數哦，數都學人數啊，直接俾數。email 係嘛 ？online@gmail.com。不要緊都教應該冇不要緊咧。住阿 John 成日阿 desperate 翻喎 ，desperate 啦，當然人經濟無好咧。阿 John 你嘅潮漲北了成股係流啲嘢啊！你啦，啊對啦，潮漲啊都計北了啊！你想我是想，你想我到上地下潮漲，北到啲你講嘅又係潮漲咧，流到嚟。定家實在啦，唔是你 geography 要讀你即叫咩啊 ？industry 巴拉係嚇咩巴拉係咩？你查叫咩啊？加油巴拉。加油巴拉，然後你想我是北特啲你賺佢可以講佢流到嚟，你想咁乜特啲？你想咁乜特啲上地下可能流到嚟？畢竟咧3禮拜流會夠啦，應該。你唔係諗炒 bra 啊？你想咁？哇，佢有炒 bra 啊！อันนั้นว่ามันน้ำชาปรายะหรือว่าใช้มังคลารำกว่าคีปลอติกุด哎呦，死啦！而家而家上地鐵，特別就會 sponsor 我，佢使 sponsor 我個嚇，OK。แล้ว800แล้ว800你頭一擺去上地，不，頭一擺去個鋪隻飛機是蝦米 airline 蝦米航空 MA line 啊。哦，馬來西亞人最拗啊！咱係使改名，你馬來西亞人就好，會被 sponsor 我嘛？我成功性。冇 sponsor 㗎啦，拍死鬼，就當咗人 sponsor 嘛。即係叫人日嚟搞面配啊，搞隻國策幫咧。你我就是說他們話其實要啲人學習課。死啦！你成日是 bad style 啊，看喺殺幾超啊你又。學習課。你學習課人學習課夠好咯。係咪學習課？人學習課就有啊嘛。馬來西亞女習課。女學習課啊。我唔知，我哋記得電話 report 先。OK， 有50%人講要看我卡喺這裡，會真假？就是人要嘅，你我要換波啦，我要換下就是根本出10塊，不對，變態！我講幾%啦，人出10塊，我對變態，死我隻眼咯！人出國鋪，我特別出國鋪，特別人真做嘅嘢。OK，當面 OK，可能看9%人，咱就要留掉哈，可能少了嘅時候，我考慮看我卡係真假。我是攞特別看。對細嘢咧。OK， 等下我看，我看，真假。喺度等我快啲哦。哎呦，叻緊呢個確冇。等陣我好掉埋點等。嗰啲呀。快啲哦！快啲喂！花博啊！花博啊！有啦，我卡水啊，我卡水啊。棒棒嘅。唔咯。冰等。OK， 感謝啦哈！當今我要做新嘅波時，就俾每人看真係問條件啊嗰那我嗰度泡飲水啉，to pay 10塊 to sponsor my trip。哎呦，一時小燈啦，我係小別聊 ，Will you pay？咩字頭先俾頭先10塊啊10塊到
sponsor my trip？ 俾就卡 yes or no 哈？Yes no。OK start 播 OK， 當緊我去算。哎呦，還沒寫，白數番。OK， 當緊我咩去算啊？佢只會學錯，頭先看喏，頭先看那網殺咧，你聽講就講喏啊。依啦。係喏，我聽到，發改啊，把當等於買數路啊，咁講。電腦啦，等我講個喂，討談嗰啲聲。OK， 我聽到啊，電腦。誒，但媽咪，特登會話嘛，特登會話嘛，但媽你講得出，你這邊幾時有面嘅好笑面啊？你就係你記袋咧陣時啊，嗬，要有一個 emergency button 嘅嘛，都。哈，對，你叫你控制下嚟。你我未啊，你我見訂。你學師啊，那個冇情況咧，係你控制嚟卡妹我哋卡妹我。Oh my god！ 你再嚟邊講，你再嚟邊講，我講無下物件啦，特別外口未聽到，你知喲。你無攏每你卡妹啊，死啊！我緊張，我就是驚伊唔知安怎會開門喎，我驚嘛。แล้ว本來嗰時咩情況咧，後來個開門佢講 sorry 冇物件。你是去訂要搶水，是去訂，是三隻看到物件都訂。我三隻看到去訂。你就講，baby， 我訂一把燈來洗個應出嚟，你訂。唔是，我唔知是我看到啦，感覺這是係咪嚟？你話訂咯？一直覺得誒，你真係會話一隻叫做妙，真係學嘅話叫做超牙帶。你叫你買780萬俾有個路播你咋你？超牙帶。未曉嘛？一看到這個是誒，你嗰時有幾拿嚟把燈嘛？咧，這個是係咪嚟咪訂就看咯？嘛，那就係伊有，I think 有物件香啊，那款嚇。叮嘅啦，一部聲啊，出火，一部聲，就是講，但係咧，嗬，按照有人嚟卡門嘅咧，奪斜膠啊。哦，แล้ว你是幫曬是？你幫曬，特別我講聽，我頭一擺去飛機幫曬嘅時候，我是幫曬咧，徛起來時，看，哎呀，按照搶水，我唔知 flash 得得落去，個冇水啊，大大喎。轉到頭去，我比較襟妹。哦，玲瓏，你嘅卡咧脫掉咗，嘅卡嘅出，我係超自實了。棒，費事了。你嚟，按照棒，嚟啦，幫助了啊！幫助我成會。伊幫助時候，伊卡出嘅脫掉每位咧就帶成會。你 M 關啊！你 M 關啊！佢而家就落嚟對。哇！你咁樣用嘅你咩 trajectory 算看嘢嘅。尖，特別算看其實佢就只 angle 咧是一包就一個極一包就這個落嚟嚇。哇！這個是比較 physics 啊，嗰個係 physics 啊。physics。mathematics 冇啊。你這裡呢？這裡白數學呢？白數學你頭一擺接飛機嘅時候，淡薄389。哇！佢哋不要搶水，不要搶水咧，一頭你聽講啊。都驚出來。不要麻煩住咯。誒，無我講聽我不要搶水，直到時候嗰個死。你就一樣裡面我使用係你左係拗你寫出嘢好。我叫我去訂，到底你先嘅訂主要是多嘅。咩嘢？呢陣是開掛鎖住嘅啫。係咯。呢是鎖住嘅啫，所以講你用水倒乜嘢啊？我梗係300哈。咩頭一擺嘛？頭一擺厝邊咱夠告訴講咯，若是叮當，咱是搞嚟講，咱無告訴講啊。當時個咧是為咗做邊咧學嘅人節目，咱搞300年就，唔是只是講300。John，頭一擺自己叫啊，阿玲。
我講頭擺時候啊，白爽漢，白爽漢。哦，白爽漢，等，白爽漢講者。我頭先接飛機嘅袋咧嘅時候，我咪瞓咗咯。啲飛機搖嚟搖去，哇！即刻就隻撞個鬼死嘅。出來，啲嗰條 emergency 嗰條叫借，我直接坐站，唔使做面做邊借條，即係。你到底真係借條都冇出來啊？安怎出來啲即嘅了？借條先未使發嘅，不要就啲叫唔使出來嘛？等你停嘅我夾出來。哦，要講未使出來啊？誒，啷知唔知？啷其實飛機 turbulence 就是啷未使出來下，到底係咩借啊？啷知唔知？伊個即個 safety 嘅 rules 係點啊？唔知喎，未使出來咩？我想講特別出來，你要冚起除你出來廿條嘛。放曬一半咗啊！嗰度啲咧控制咧 S2 嘅嗰樣入邊。撞個鬼死嘅啦！有人講借條是未使 flash 嚇，借條是未使 flash。我咪掃你卡住空調。都有 safety belt 喎。冇特別要自己超下都易咩嘛？一自己咪搞都易咩？冇下掉喎，我咪不隻腳toilet。你咪住個飛機袋啦啦！你大擺時俾 before 你隻飛機時你俾部袋塌掉呀？冇啦，超靈熟，再個沙巴，超靈熟掉。情 Pampers，情 Pampers，頭嘅你講情 Pampers 啊頭嘅？你估？你兩講嘅。情 Pampers，嘅咗咯，嘅咗咯。誒啦，兩隻冇急啦，隻飛機，笑。佢兩隻冇急啦，真係冇 lift 啦。哦，你把刀子你去 New Zealand 呢？你去？冇可能冇繼續 lift 啦，繼續 lift 啦。誒，我講聽我特擺啊，even 特個當機咩我時接我去飛機誒幫曬幫照本好呀，我只亂呢，我只驚講紅蝦米飛機轉呢咋？你只驚，你只講，哎呀死！我當咩俾你要幾時？你只諗幫照時候，你只出呢時冇插地氈啊，時佢世界立落嚟，你邊別係，主要一直出咧，你知哦。撞個自己鬼死嘅啊！誒，特別亂你香港啊，坐火車嘛，國家搖。啊，這好似坐火車咧去袋甩咯。我一定等我坐火車只舊嘅，你 KTM 嘅火車好，伊喺你是放落去咧拖卡嘅啊，你可以看到伊火車誒啲落嘅啊。伊個理由。哈，那麼這喏，你看到這係咩 glass 啦？你若是坐咧對 glass 呢嚇，伊就滿是頭吹到去頭卡，伊kalau講啊，jangan guna tandas bila kereta api berhenti ya. Ini saya tu dapat出來就會嘛。So 你特別等嘅伊車行時，你個使，所以伊使咪是吹嘢咯，出來時。咦？你那是到底，你那是吹到啲咧火車路邊啊，是用時你騰啊，啲騰啊就我打我使一步背出來。喲，有人冇學過咩？是講是到幾耐有嘢啊？有當時火車是會過幾耐嘛？我是走路，有陣時間咁好多別開站幾耐啦？嘅咯，唔知嘅咯，唔知嘅咯。แล้วอีกเลยสิ sorry ว่าสิเขาแกนหลังฮะแล้วกุยสิเขาแล้วเขาจิจุนสิลูกปังซ้ายนี่อันจะมาตีกับกุยเลยทอคากันแล้วมัน對เยอะ 是啊，攞唔看過咩？啊，即係令人唔捌看過咩？唔八捌啦。個喎，唔捌喎。我定當我係叫我細漢嘅時候，是坐火車去上地時，時可能攞對 glass 冇會講咧就，我講聽你到正啊，你到啲邊兩嘅時是等人我坐架去上地時，你變惡人去啊裏邊，冇會講嘅時候，伊 N 呀，伊啲所以 N 家接解裏邊惡去嘅了。我不坐一兜火車呢。你不坐一兜，令人不坐一兜火車。我是坐好坐住新加坡呢。我哋頂呢，你咪坐配都被綁到夠啊！你知我按照幾邊火車哦？誒，我做頂嘅。拜堂啊幾邊哦？哦，拜堂啊幾邊？攞頭借下。我本是買票，特別伊迄邊俾伊無線 number 嘅嘛。你我未曉嘛頭手借嘛，你是1903年曉啫。無啦，我用50年誒。用迄邊是用拜堂啊，有個了人辦啦。
yang ada Hàn cái ông bé thằng á chỉ vì做梅嘅啫。哦，你成個你 India 咧，哦，係啦，成掉，佢咧掉成個咧揸支團咧，突突咁掉。我白紙我講做斜鏡啫，我係知嘅話講嘛，我頭手借嘛。哦，你是講，但是你做咩意思有梅啦？要去車是有梅，是講有梅後被開，是佢人成白藤眼嚟做梅性嚇。嚇。哦。驚輸啦，即是叫巴就搶位。你若是無搶位咧，你是自己就徛呀。啊，對。哎呀，你就做好自己新加坡呢，去背本不要緊啦，鋪了本會搞啦。新加坡嘛是會。就好去新加坡。哎，正點正官啊！我那辦呢，你會食？冇啦，你接㗎那邊呢個冇講緊你堅隻咩嘛？呢個挺啫嘛。我唔使講詞會食。古關河車。哈哈。我 fashion 呢？嚇。對咯嚇，你會使講亂講我聽冇呀？哦，嗰陣，你講嘅啦，冇愛講嘅咯。冇愛講嘅咯，你自己上地方都變惡人氣去搞事。我有坐過啊，冇愛講嘅航線呢。Hello，航線。是咯，我諗咪是。一航線一個一隻 switch，然後呢，伊唔是一 switch 唔是成個咧平時 switch 伊是鐵啊，一支件然後呢，一卜你下咧，伊航線就搞，伊航線是到啲頂面咧嗬，攏看到我手嗰度咧，伊假是安尼，做咧。伊就是到底，伊是到底，伊是上個人嘅咧航線，就個阿德，所以哦，阿阿fan 係你講，伊是到底頂面，特別伊個唔是 ceiling fan 咧，伊無咧 blade 咧，伊支上個人特別企啊 fan 咧，特別是啲頂面嘅啦。wall fan 啊 wall fan，嚇，很轉。誒，但係紅菇龜講未來，紅菇龜又來啊，讓佢哋紅菇啊嚇。冇來了。紅菇龜講未來冇來嗬。有時誒，OK 啦，所以咱講就等啦，即係爽咧特別。咱未必白紙都過嚟講句出國鋪，然後白紙接，咱講只刀講到飛機啦，白刀咱講白行個飛車淡薄。準準啦，咪直接坐 cruise。kapal selam。這更準。出坐kapal selam。我kapal 頭嘅啊，頭嘅你嘅頭嘅是一準唔是kapal selam，特別坐是一準點，唔是叫kapal selam。OK， 咱白刀我到底嚟講啊，落作即出國鋪本身落作，咱佢講過無相嘅出國鋪嘅經驗吼。你若是有會講咧，你特別注意看邊啲學見嘅落，伊咪是嚟參教人做邊啲學見。但是你去邊啲學見度，看咪bằng呀，有咧就可以隨掉按照落音，落嚟報告，當時較早佢嗱只是話報告，其實講做邊啲學見嚟落音。若是講你要參教人落，你就去邊報名 forum 嘅。forum 先嘅有條件，就是講咱就是要做 forum 嘅username 特別用福建話，所以就係講就係 spam， 就係唔是 spam 嚟講，就是福建話咧，我就 approve 啦。OK， 感謝各位聽眾收聽，即係禮拜我仔最嘅邊報告學家啦，我哋老焦啊，你 Vivi 娃娃啦，加豆嘅咯，加阿玲啦，加玲蘭，加我哋嘅新椒白山環，白山環啊，但係你 call 我時，你俾教我講咩物件？call 路啊？你俾講。我訂做我俾一頭先用掉嘛。我都訂做，你唔是俾參嘅咩？哦，得嘛？啊？冇，你是俾講，你講掉，你俾講咪叫我冇，你講。有講啊，唔係參嚟講有啊，有講啊。你講咩物件？阿伯你善人嘛，你阿伯知道你佢俾爆槍咁物件。出國鋪槍啊？我咩嘅波倉啊？你把話你當今你 travel 啫哦，做緊。當今有陣時有 travel 啦，有陣去 travel 去杜拜咯。哇，爽哦！哇，去 for 1 month， then come back again。等，翻譯隻星上隻阿毛話咧，別當。去邊一季節做工，個對嘢。幾那季節，個去邊一季節咯。哦，杜拜爽啊，杜拜爽。有見啦了。哦，較少 travel 啦。杜拜爽，我你去杜拜多啊？有。杜拜啊？做工 OK 啦，鐵土是差唔多邊就別大啦。做咩事呢？貴啊？物件個啦，點？哦，你唔是公司行咩？你冇鐵土嘅？啊？冇鐵土啊？冇，你自己出去鐵土嘅是貴嘛？你物件個未食嘅了。做咩事未食咧？咁樣食咖喱啊，物件。我不妥，我驚食咖喱喎。特別你是想食等人食，下面咪是有隻好食嘅 restaurant 啦，有隻
特別貴咯。但係restaurant冇，邊單嘅冇。哇！有炒粿條邊，我冇炒粿條，OK 啦。杜拜炒粿條，杜拜炒粿條用劍炒啊！劍啊！就邊單嘅機邊開一間。哦，嗯，巴要破嘅。係未快啦，杜拜個嘛要破。我哋想啦，但係喺邊有攤別嘅。有攤別杜咩？啊，杜拜有 open 嘅。哦。有 certain 一個嘢，伊別條別曬。哦，成個人馬來西亞辦啥物事呢？你我問你即個到底杜拜嘅時候，你捌去過一間只館只大間嘅，你成個 sailboat 呢 hotel 啊？是 hotel 就 office building 嘅。冇攤接啊！咁你 booking 嘅就接嘅。office hotel 嚟。Seven Star Hotel。 Seven Star。啊。Seven Star 你在企喺邊？我企邊翕相呢，特別都別太接，你個 booking 嘅就接嘅。你 booking 做咩？佢哋？接咩多幾十千啊？我唔知，你 booking 是去 visit 呢，你大接名才是20幾千哦。20幾千美金咪是 US dollars 啊？樣喺邊嘅類，喺邊嘅類。喺邊類是 convert 起來是幾類？那馬來西亞是幾類？樣類嘅樣類差不多上嘅。差唔多上，所以差唔多20幾千。哇！2萬塊去大一名廟去死㗎，好嘅2萬塊，我背對馬來西亞時光去做乜事嘅？是哦，我你啫，咁就出驚，我正電你啫，嚇條話啫。我啱啫。基本就都就咁去 visit 都就600幾個，但是只牛角邊，我都去 visit 啦，都黏只牛角邊，咱去邊行 visit，你個 booking 先計才接嘅。都行啲幾邊睇住。我名我對佢嘅後邊隻嗰邊。OK， 感謝哈，我係善椒白沙灣，然後攞銀包一包初男。感謝咧參加，แล้วก็卡係使琴咩？等陣你冇衰咯，佢嚟酷剛剛你看，แล้ว感謝我哋善椒咧白沙灣啦，老椒領導嘅。令人教 V V 話感謝啦，下禮拜再見，拜拜。拜拜。